而家珠海中山啲別墅真係百菜價，你萬萬都諗唔到啊！之前咧300幾萬買毛坯嘅別墅咧，而家170萬咧就送埋裝修、送埋家私家電俾你啊！上下幾層嘅別墅，望翻山景嘅，樓下咧仲有樓巴咧直翻香港，就喺樓上嘅。呢邊翻到關口咧20分鐘，有請跟住鏡頭望一望，上翻到示範單位望翻一片山景嘅別墅啊，相當之唔錯啊！就係呢一套啦，講嘅咧上下3層做到5房細位高型嘅，你見翻呢啲都係跟樓上，不過空調、天花、地板做好晒嘅，廚房、衛生間咩都有晒，而且呢度出嚟咧仲有2個車位，客房都做好晒㗎啦，相當之唔錯嘅。廚房出嚟咧仲有雙面露台喎，上面咧仲有3個房間，仲有天台。翻到2樓講就呢一套啦，咁咧2樓呢個位置咧就3個房間嘅，咁你見個房間咧都係有景觀，相當之唔錯，帶埋你啲裝修咧即係相當之 OK 嘅，同埋你中空位置就喺呢度，空調有晒啊嘛。呢個就係2樓主人房啦，入到嚟咧30-40個平方咧都係非常之靚仔嘅，仲有個大露台望翻山景喎。上翻到最後一層咧，你見翻百零個方嘅平台花園咧，就喺呢度啦。咁咧呢邊話發展商好貼心嘅咧，幫你做好咗遮風擋雨嘅地方啊，天台搭好棚噶啦，陽光棚相當之唔錯嘅。好似呢度咧，而家87萬咧正去立地啦，因為首期10萬蚊就搞掂，有興趣安排睇樓。